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本土病例。昨咱国内本土病例有34000多例，而且即阵咱国内嘛出现 Omicron 变种病毒 BA.5的本土病例，目前是有2例。初步调查是家庭成员去机场接机坐公车相会的。指挥中心昨日公布，国内新增加4例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5 确定病例，其中2例是本土，是国内头一遍出现变异株本土个案。一定要发现这是一件境外移入个案所产生的规定小位。看感染源指标个案，6月19带2个未满10岁的儿女为美国转来，入境喙拿 PCR 采验隔工确诊，作为带防疫旅馆的2个囡仔，也伫6月23发烧确诊。新增加的 BA.5 本土个案4甲D是6月19去机场接送母仔囝3人的台湾亲人，5个人共车尾通机场一路到台中的防疫旅馆，因为指标个案确诊，卫生单位对个案4甲D进行采验，经过基因定序，确定拢是感染到 BA.5 的变异株。整体事件就变成说有2个跟这个境外移入家庭相关的这个本土个案呢被后续确诊。指挥中心提醒，研究显示 ，Omicron BA.4 BA.5 传染力较悬，民众会记得疫苗一定爱做有效，落实防疫。国内伫个初6拢总新增加34499例本土个案，个案分布以新北市5000多例上济，国内是台中市4000多例，桃园市、高雄市甲台北市各3000多例，中正增加176例，东正99例。确诊个案当中新增加95人死亡，其中年纪上细汉的是一个有先天疾病1岁的查甫囡仔。对有工会学者评估，8月以后确诊个案有机会降到单日1万例以下。指挥中心表示，以7月初6确诊数字做例，确实比前一天也甲顶礼拜同一天拢有下降的趋势。不过目前观测到公共场所的人有较济，对疫情下降造成阻碍。另外，国外经验也显示，变异株会互疫情更猖獗，包括新加坡、纽西兰拢有类似的情形。这拢是疫情是毋是继续降低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国外疫情转好，加上即马咱嘛豆在放零边境，机场接送机会变较悬。疫情指挥中心就讲，入境的旅客即马大约是有25%拢是亲戚朋友来接的。为着避免去会着，嘛有提出接送的时5项建议，亲像是爱住过3档预防针的人去较妥当，而且爱拍开窗仔门遮的提醒接机的人爱做好防疫。新友热情迎接选手，欢迎因耕耘回国。因为这阵选手参加印度国际超跑马拉松得到好成绩，接送的亲友挂2站翠安，用酒精消毒行李。大哥，你那个酒精瓶都是准备好的吗？对。因为台中出现变异株 BA.5 本土确诊案例，指挥中心高层一检旅客当中有15%的亲友开车接送，建议有注3剂疫苗的人来接送。挂手笼、喙安亲友上车进前，手、脚底甲行李拢要喷酒精消毒，车内唔通食物件，将喙安摕落来。佮建议适度拍开车窗通风，上好唔通讲话。接送完车内外爱清消。如果都一直把车窗紧闭着，那即使是开冷气，事实上里面的空气还是可能一直在循环，所以这个就没有外面新鲜的空气可以进来稀释或中和掉。目前可能这个里头已经有一些带着病毒浓度的这些空气了。那么现在接种疫苗有一个新的选择，就是中央分配给台中市有3.8万剂的 Novavax 的疫苗，那么提供18岁以上的朋友施打。对 BA.5 入侵台中市府强调已经进行详细疫调、追踪采检，目前无断开的风险，也提醒民众 BA.5 的致重症率无明显较悬，不过传染力强，提悬疫苗注射率应有效降低社区传播威胁，所以呼吁大家赶紧去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传染病是高猪 ，WHO 世界卫生组织昨昏公布，全世界即马已经有58个国家通报高猪的病例，而且总病例数已经超过6000例。新加坡昨昏嘛出现头一个本土病例。新冠疫情全世界流行，即马也未结束，高度的疫情也伫咧真侪所在传。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伫日内发一场线顶记者会讲，目前已经接到来自58个国家，总共超过6000个高度病例的报告，还佫真侪是也未通报的。On monkeypox, I continue to be concerned by the scale and spread of the virus across the world. There has now been more than 6,000 cases recorded in 58 countries.
testing remains a challenge, and it's highly probable that there are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cases not being picked up. 真侪国家拢有确诊比例，新加坡卫生部推了通报第一例本土教导的比例是45岁住伫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籍男子，甲进前境外移入的案例无关系。教导比例数一直增加 ，WHO 也考虑要开专家委员紧急会议。 I will bring them together during the week of 18th July or sooner if needed.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虽然经历过新冠疫情，但国民众依然未甲教训记条的。 爱提早投资公共卫生，为后一回大流行做准备。 The reason why many people died wasn't COVID. It was they had no access to healthcare. They could not get oxygen. They could not get a bed. 这波高度的疫情5月中伫英国爆发，不过传染对象有局限性，大部分拢是甲阳性个案亲密接触，或者是有过无安全的性行为。还有就是照顾确诊者的医护人员，全世界比例内面，欧洲地区就占80%。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24节气的小暑。人讲小暑过，日热3分，也就是讲天气会愈来愈热。有影今仔日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真烧热，过昼是爱细致强降雨。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是多云到好天，早起西半部沿海有13雨，过昼西半部、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雷阵雨，中部、西半部山区是爱细致局部大雨。 今日各地高温大约是32度至34度，中昼左右伫南部、宜兰花莲拢会到高温警示，高温会升悬到36度以上。民众出门是爱做好炸饮，爱加啉水。拜六到后礼拜三，太平洋高压继续增强，西半部高温烧热。啊，若后礼拜菲律宾东边、南海海面上可能有热带扰动在发展，敢会变作风台，这部分就爱去观察。 来关心主计总处昨昏公布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3.59%，连续4个月拢超过3%，嘛创下14冬来新高。7大类当中，以食的物件年增率起上侪，起7.27%。粉肉是增加比较高，规个是胖胖。不过，伫个物价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食材成本是万行招起，或者卖早顿的业者感受是真深。鸡肉方面的，还有猪肉方面的，连我们的美生菜也都在涨。去年我们1桶油是580，现在1桶油是960，涨了1倍的油，你觉得我们撑得下去吗？根据主计总处公布上新的数据，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达到3.59%，创下14年来新高。观察6月份 CPI 7大类变动较大的部分，以食物类年增率7.27%上大，原因是因为饲价甲饲精生的成本提高。介绍的部分，卵是起29.11%，肉是起6.78%，也若水果受到天气的影响，是起25.31%。食外口的费用年增率有到6.38%，比5月份更较高。以前的物价都是比较低而且平稳嘛，大概都2%以内嘛。 所以这个数字大于3%，而且4个月，而且这个又创下近14年来最高，物价压力当然是比较大了。我想在行政院的层级呢，会看下半年的这个整个国际的趋势跟国内的状况啊，会去做滚动性的检讨应应。王美花表示，行政院专案小组会随时检讨，来因应稳定物价。国内电钱新费率7月初1实施，平均起的幅度是8.4%。 其中工业用电大户是起15%，虽然餐饮业是列伫个无起价名单内底，不过对业者来讲，原物料价上加悬带来压力也是真大。到目前，不管是餐饮业或者观光所属的这些产业，端靠内需市场啊是不够的，所以有必要开放啊，让经济能够活络起来。我想，对于将来解决这个通膨的问题啊，才有解了。柯书博嘛呼吁中央，都要赶紧开放边境，复苏经济。 才会当真正解决危机，互各种的产业会当找到出路，增加消费量，除了会当甲成本压落来，嘛会当互产业增加收入，较有法度来对抗通货膨胀。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进前是澳门，昨昏是香港，拢讲咱台湾进口的酸亚红验出新型冠状病毒。香港政府伫昨昏是发出新闻稿，讲有一批大约200公斤的台湾进口酸亚红验出病毒，所以会全部甲毁掉。
但农委会是回应讲，希望双方会当透过科学对话来处理这件代志。来关心中国时报，台北市公车业者这2天受通货膨胀也搁有疫情的影响硬颈，工会即马打算伫月底时要争取调悬票价。业者讲，即摆了的是比英国也搁较济。政府运价补助恐怕要超过90亿，总共公家预算无再调全部吸收，安尼24档拢无去过的湘北市的公车票，即马国部长一定要有起的压力。来看联合报。新竹市长林志坚中华大学的学术论文防指控用抄的，外界是指其讲，伊是抄新竹科学园区的报告，侵犯新竹科学园区的智慧财产权。竹科管理局有发出声明，讲会去调查，卖发公文予中华大学厘清这研究委托案的合约，要求学校做出说明。来关心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伊论文的风波，伫社会上即马还阁继续咧讨论。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曾小平昨昏有去教育部检举林志坚的论文是用抄的。另外一个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齐卡心是写电子邮件向台湾大学检举，台是表示有收到检举，审查事情了后再确认讲敢会受理。总共有受理，会伫2个月来审定。早党团整理资料，认为林志坚的论文抄袭。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江小平初6早起去教育部提出检举。这个检举他那个涉嫌抄袭的，请您收件。请您收件一下。好 ，OK。那我们教育部今天收到这个案子之后，我们就会正式的来跟学校函转，请学校来依规定查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齐卡欣尾仔也伫面册写文章，用邮件正式甲代检举林志坚伫国法所在职专班的论文涉嫌抄袭。代声明，审查检附事情了后，确认是毋是受理，若做受理，会为论文内容甲结果真实性，是毋是由别人代写，比对文献引用情形，也甲审查论文原创性、贡献度，伫2个月内完成审定。科技部前学审复审委员台师大教授张玉凯指出，正确引用原度、注明引用的所在，这是重要的原则。毋过，是毋是抄袭，这毋是比对系统比出偌济比例就会当认定。系统没有办法知道你是引述的还是引用的，是20-30比例的话，可能还要再看一下是不是引述啊，或者是有没有那个关键名词很多啊，再来做一个判断。台电机系教授吴瑞伯也讲，毋是一定具体量就确定抄袭，爱看组织、看流程、看相抄相，比对系统只是工具，关键也是指导教授是毋是有负起责任。我是指导教授，我一定每个礼拜要盯他的进度。他有这个过程，然后字我也都改过了。基本上口试委员，你知道这个学生有抄袭，你当然问了。如果没问，那口试委员，我觉得甚至他都有教师伦理的问题。吴瑞伯强调，指导教授若是定时看进度，论文若是无好，袂互伊过；若是老师无用，学生囡仔更较无用，方便做代志，师生失职，所产生的学术作品，哪有可能无缺失？记者综合报道。林志坚是因为一开始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王宏维逼讲伊的论文是用抄的，林志坚即马嘛已经对王宏维提出告诉。林志坚是认为讲这是国民党的认知作战，来抹黑伊的人格。上新的消息是，早起的时，林志坚阁有出面开记者会，伊是阁一摆背回讲伊绝对无抄，而且伊嘛讲伊会提出更较侪资料来证明家己的清白。市令宣告，新竹市长林志坚逼出论文抄袭的争议，除了第一时间开记者会背会，初6委任律师去新竹地检署提告。台北市议员王宏维涉嫌加重诽谤。针对台北市长郭文德讲，伊逐工就顾甲人啉酒甲食饭，哪有法度写论文？林志坚嘛提出伊的讲法。吃饭是每天都要吃的啦，但是没有人每天在喝酒吧？他这种说法实在太廉价了。柯市长应该也知道我没有在喝酒应酬啊。不可能是为了选举就想要把一个人进行这个人格抹黑战。针对媒体民调指出，论文的代志，和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的支持率提悬到48%。林志坚表示，民调会正做参考，要是希望选举透过提证件政绩，用正当的方法得到民众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2当前，国会是爆发立委集体收乌西钱的买贷。
国民党的立委陈超明、廖国栋，前民进党的立委苏振清，前时代力量的党主席徐永明，防指控接受厂商恶洗，去针对公司法修法，搁向经济部的官员施压。这个案件伫昨昏宣判，这被告拢互判重刑。前立委苏振清判上当判10年。国会正义部会跨党派立委集体受恶洗钱案件，前太平洋流通董事长李恒龙涉嫌向立委恶洗超过3000万，定价转台。检方依照贪污等罪起诉真侪名前任甲现任立委、甲各自办公室主任等12人。经过法院将近2年审理，找到一审判决结果出来，除了李恒龙被判刑1年2个月，缓刑5年，所立委全部拢有罪。他犯后呢，否认犯行。并且呢，就是说，跟李恒龙之间呢的往来呢是借款，这样子，或者是说是单纯的选民服务这种言辞来辩解呢，认为说饭后的态度不佳，应该要从重量刑。涉天金额2580万，前民进党立委苏振清被判处10年刑期，涉嫌亲身出面甲办公室主任用销出800万乌洗钱的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判刑8年6个月，涉贪的南亚立委也个陈超明涉贪100万，判刑7年8个月。前时代力量党主席徐永明涉嫌欺诈乌洗200万，是判处7年4个月。另外，各自办公室主任分别判刑无罪到5年刑期。这跟所谓的事实显示，跟所谓的这个证据都是明显的不符啦。我觉得依法要提出上诉。这件立委受乌洗钱案件，搁逼出案外案，无党籍立委赵政府被指控施压营建署变更阳明山国家公园土地地目，厝内底搁被检调查出910万不明现金，按过法院认定财产来源无清楚，被判无罪。早税部分判刑6个月，延1号罚金。真侪名立委知影判决结果了后，拢发冤枉，表达会搁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加上请咱做法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亿5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36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34577例，目前咱台湾即阵的总病例数计共已经超过396万例。日本超过950万例，韩国超过18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9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2200万例，法国超过3100万例。镜头来奈及利亚家家受攻击，被话900个犯人逃走，有的已经互抓倒来啊，也毋过有一半，差不多440外人悬甲下落不明。伫家家外口，几多台车拢烧甲乌扫搭，车身抑阁看会到青紫空。这个犯人逃走了后被抓住，脚受伤，行路过摆一个。另外一个犯人第2遍被抓到，是被赶回去的。官员讲，这边有879位犯人走出来，有几多百个人被抓回去，有一寡也未抓到，也有一寡是走出去了，搁家己倒来自首。Most likely they are Boko Haram, because we have sizable number of Boko Harams that are in detention, and presently we could not locate any of them. They came specifically for their co-conspirators and. But in order to get them, some of them are in general population, so they broke out. 官方表示，这个案有人用正高级的炸药攻击首都阿布贾的库杰上大的家家，造成死伤。I heard the sound of gun, but when I within me, I said, "This is not gun. This is more than gun. It was a bomb." But 2 times I heard it clear. 报告上地伫个奈及利亚东北部地区制造动乱已经超过10档啊。家家被攻击起案，奈及利亚总统哈布里的先遣车队要去伊伫个北部卡奇纳故乡的半路，也遭受攻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咱继续来关心发生经济危机的斯里兰卡，因的总理是向国会宣布讲，国家已经破产，即马拢无钱去买燃料啊，所以因的民众即马敢若会当喝茶煮饭。另外，中东的国家黎巴嫩的民众是去包围国营的电信公司，抗议电信公司要起通信费用。因讲生活歹过，即马阁要起价袂输土匪。上街民众拼命甲安全部队极力相杀，也呼吁无顾危险，甲阿边哥大声冤。中东国家黎巴嫩礼拜二个发生民众抗议，上百民众包围伫首都的贝鲁特国营电信公司，讲歹监视器、站门，想要走入去办公室来表达因对电信公司资费调悬的不满。وجعنا بكل شيء بالمي بالكهرباء بالتليفونات بالبنزين بالمازوت بالخبز بالادويه شو بعد في وجع ما اعطونا اياه اعطونا الاوجاع كلها حلوا عنا بقى لك حلوا عنا بقى اشتغلوا لهالبلد حرام عليكم حرام فقرتوا للشعب 黎巴嫩2019年经济崩盘，尾也阁发生贝鲁特大爆炸，国家疫情，民众生活已经真艰苦，当地欠水、欠电、欠粮食，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200%，钱报90%，百姓民众收入伫散赤线以下。不过政府一直拢无拟定改革方案，也互国际援助一再前言。同款拄到经济危机的斯里兰卡，总理是伫初5坦白承认，国家已经破产，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贷款援助，会比过去更加困難。එය සරල රේඛාවක් දිගේ ගමන් කරනවා වගේ වැඩක්. නමුත් දැන් තත්ත්වය වෙනස්. අපි දැන් සාකච්ඡා වලට සහභාගී වෙන්නේ බංකොලොත් රටක් විදියට. ඒ නිසා සාමාන්‍ය මට්ටමේ සාකච්ඡා වලට වඩා දුෂ්කර හා සංකීර්ණ තත්ත්වයට අපට මුහුණ දෙන්න සිදු වෙනවා.斯里兰卡因为政策失误，疫情也甲俄乌战争的冲击，物资严重欠缺，目前差不多无汽油，天然气也严重欠缺。燃料库伫要无啊，民众敢若会当喝茶来煮饭。甲即马已经发生就清件爆炸意外，苏国当局也派代表甲俄罗斯谈判，希望会当买到较俗的原油。这场经济危机所带来痛苦，至少会持续到明年底。官方预估通货膨胀可能升悬到60%以上。联合国是估计，苏国百姓民众都爱卖食饭，才有法度应对粮食欠缺，也甲物价起价。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英国首相强森伫头内底有瑞国大新事迹，无要替有丑闻的政府做代志。调查即马拢要求强森爱落台，也毋过强森拒绝。WHO 是表示，欧盟狂变种病毒 BA.4 甲 BA.5 感染病例2礼拜来增加到3成。北京即马嘛出现病例啊，地区防疫措施搁缩严，引起抗议。来关心 G20 外交部长会议，今仔日会伫印尼的巴厘岛举行开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甲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进行双边的会谈。镜头甲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民进党昨昏征调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去参选花莲县长，也有立委刘兆和参选台东县长。古拉斯是表示，伊会下族群、下党派解决花莲共同的问题。那刘兆和是讲，已经是第6届选啦，也拍拼打造新的台东。民进党加油！民进党！推出总统府甲国会优秀人才总统蔡英文，希望将加花东习惯期延开创新局，尤其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礼拜头就选举就是参选花莲县长，伊表示首要动机就是打击恐惧，希望借参选互花莲人用自由表态家己的政治取向，有信心互花莲甲台湾人民惊喜。花莲成了恐惧的总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是无惧之人。在花莲，我们必须跨族群、跨政党，解决共同的问题，荣耀花莲。2018花莲县长市政会得票率超过7成，是超级艰困选区。民进党希望借古拉斯学经历甲全民基地努力改变选情。另外，立委刘兆和是第6摆被提名参选台东县长，强调头前5摆是感受真深，会努力打造南岛首都新台东。但再怎么艰困，总要有人在此奋勇向前。就算是沙漠，我相信只要有一群人不放弃，不断的挖地掘井，总有一天沙漠也会涌出丰沛的水源。其实方向都挺一致的，我觉得这次台东的
选举应该不会像西部这样是一种互相指责、互相在抹黑。地方党部人士表示，老调和那一个开拓原民选票，有机会将选情扭到五坡。进前积极表态参选政体委赖坤成提名无望了后，表示已经安达好心情，准备参选2024数立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个头拄收到上新的消息，这是基隆市长林右昌早起快提出阳性确诊，目前伊讲伊有小可发烧，而且有嗽，无其他的症头，伊会开始进行居家隔离。那今仔日所有要走的行程嘛，拢已经请副市长代理。这是收到上新的消息。继续关心高雄为着要推销石斑，高雄市长陈其迈之前有替业者广告一款石斑鱼酥，结果传出讲这产品的名是去抄人日本真出名的品牌甲产品。业者即马是赶紧回收的嘛，已经把这个饼拢回收成落市。日头下食红豆饼，高雄市长陈其迈6号透早到基丁，为乌沙生一节甲秘鲁嘉年华宣传，吸引观光人气。为都市活动也是民产推销，嘛是市长的工课。但陈其迈进前为着推销石斑，打出业者推出的石斑薯条相片，说红质疑产品的名是抄的。那他已经道歉。承认错误，也回收下架所有的商品。那我们出发点是希望说能够帮助我们的渔民，让我们的石斑的这个渔民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通路。根据了解，红抄袭的是日本秀秀仔品牌靠比因的薯条产品加咖喱口。台北驻日本经济文化代表处伫网络宣传的时阵，讲伊是石斑口味的加咖喱口。网友认为安尼红误会这是口味的产品。消息传开了，业者嘛赶紧伫网站大公告回收咧。产品名字还是叫做酷果鱼薯条，那个才是我们的主要的名字。那句话可能就是副标的概念。不小心闹出这个风波，也是蛮伤脑筋的。我们就马上下架啦，对啊。那有些通路的话，我们也是赶快联系，赶快回收。台湾石斑因为中国禁运受到影响，互政府甲业者想尽办法推销找出路。只是拄好，民进党籍新竹县长林志坚拄到伊的论文，敢若是抄别人的风波的时阵，想袂到高雄石斑产品嘛同款出现抄袭的争议。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台南有一个黑姑串的镜头的囡仔，因为伫学校食营养午餐，营养午餐内底有一项菜是往来煎虾仔，伊食煞随袂喘气，规身躯过敏，赶紧送病院，才知影这囡仔对虾仔过敏。医生嘛提醒家长要去了解囡仔敢有过敏的体质。煎甲酥酥澎湃往来虾，看到真好食，是真接一出菜。不过台南有一个有黑骨喘的查甫囡仔，营养午餐的时阵食到往来虾，无偌久煞喘气困难，甚至唔知人。送急诊了后，规身躯泛红，嘴唇泛乌，互医生判定是转型性严重过敏反应。根据病史来看，就是认为比较像的是对虾子过敏。那经过抽血检验过敏源，也确定是对虾子过敏。过敏反应包括皮肤红肿、目睭皮肿、喘气困难，严重甚至唔知人。较接看的较会过敏的食物包括鸡卵、牛奶、海产，其中海产的虾类是真侪人的过敏源。大商也建议上好经较鲜的活虾，也是由活虾快速冷冻靠包装。活焦焦的真空急速冷冻，保持最新鲜的鲜度。然后重点是要经过SQS 认证，多重药物残留、重金属残留，都要确定通过的话，就是表示那是 OK 的。台湾过敏的囡仔袂少，互家长安那真伤脑筋。有一寡家长会带囡仔去病院做过敏原测试，也有家长为生活中的变化发现囡仔过敏源。怎么会连续1个月都在打喷嚏？他才问我们最近做了哪些改变。那我们就说养了一只猫，那他才建议我们那个猫可能不适合养。医师表示，找到过敏源了后，都要避免和囡仔搁再接触。对于捌发生过敏性休克的囡仔，上好随身带注明过敏物的小卡片，也加身上线索注射笔。照顾的人嘛爱知影相关的资讯。囡仔若是发生过敏性休克的时阵，才有法度量早发现搁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那台中是有一个高中生，伊号做尤定神，因为得着骨肉瘤咧治疗癌症，伊每3个月就要固定去病院，互医生看。
逐摆治疗拢要用1礼拜至3礼拜的时间。虽讲对抗癌症过程是真辛苦，毋过这个囡仔真坚定，伊嘛坚持去学校，而且阁认真打拼咧读册。有当时阁会做一寡小礼物送互医护人员。伊乐观的个性，嘛互老师甲学生拢真钦佩。看这个学生真专心，用各种工具来创作黏土作品，手艺功夫介优柔。伊是高中生尤定新，为国校3年啊，就开始学捏黏土。这毋但是伊的兴趣，嘛陪伊度过对抗癌症的辛苦过程。大医院做核磁共振之后，就发现是骨肉瘤，就是里面的细胞已经被那个癌细胞吃掉了。然后就当下是蛮错愕的，就是原本只是以为只是单纯的绞痛，没有想到就是会这么严重。高中1年的时阵，发现身躯生骨肉瘤。一开始虽然真惊吓，毋过有亲戚朋友陪踮身躯边。尤定新是真拍拼对抗癌症，就算逐摆住院治疗的时间拢真长，伊嘛坚持回去好好读册，认真的态度，互老师甲同学拢真佩服。他在班上都很勇于回答老师问的问题，然后也会下课也会和同学一起聊天，所以我觉得他在面对病魔的时候很乐观，然后这个是我可以向他学习的态度。我发现他在很多课业方面上都很聪明，就是假如说他休学，就是不在班上一段时间，但他的功课还是远远就是赶得上我们这样。还是先复健啦，把脚先处理好，就是让自己至少可以走路。接下来就是书也先读好，认真读好，对啊，这样未来比较有出路。看起来，介好食款的甜苦棒是用黏土做好医护人员的礼物。个性乐观的尤定新要用坚强意志镇压人生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林管处即马有成立咱全台湾头一个碳循环的平台。这个平台未来会记录收整落来的茶壳，甲这茶壳多元再利用，提供予环保局去替中古家具做修理。无论是椅桌还是古早时代的菜橱，经过整理了后，看起来就亲像新的同款。为着要大自然资源循环再利用，新竹林管处未来会甲一寡形质较差的材料，除了提供予学生使用，来用来整修二手家具。会利用我们在书法的过程里面产生的小积木，或者是比较残余的一些这个比较没有用的一些小材，那提供给新竹市政府这边的环保局这边来提供制作修复这个旧家具。环保局指出，除了把茶壳摕来整修二手家具，无做产生的茶壳泡，还当当做有机肥料来育树苗。提升循环再利用的效果。其实不单单只是在课程上运用，也可以在家具上修复，以及甚至是到整个环境的影响都能做一些改善。原来不要的这一些木材呢，或者说比较没有这么让市面上拍卖比较好卖的这些原木料，能够得到另外一个管道的一个消化，这样子整个就达到整个这个废料循环或我们二手家具循环的一个目标。环保局表示，透过这个合作计划，希望大自然的资源会当尽量循环利用，让二手家具有新的生命。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布袋戏艺术黄文迪顶个月过身，伊阿兄黄文章所创立的霹雳国际多媒体公司，即马有收集伊在生进前的影像创作抑个物件，即马放伫国家电影中心替伊举办纪念展览。昨昏开幕，要互各界追思八音才子黄文迪。世事如棋，天哭不测，孝敬英雄啊！师傅搭配布袋戏艺术黄文迪生前的配音人红啊，为八音才子黄文迪的纪念展览开幕。黄文迪伫6月12过身，霹雳国际多媒体公司即阵收集伊过去伫布袋戏界拍拼的影像、创作甲物品等等，举办活动式的纪念展览，初6正式开幕。甲伊最近创立霹雳的大兄黄文章，讲到这个小弟也是那后甜。这种所谓的有才人的人，这种国宝级的，基本上这个世界上是不多的。一个人配音基本上是不容易的。那如果说多口配音，
那就集大家的一个优点，那就不一定。但是我想，艺人配音的这种最高境界，应该是落在我弟弟黄文哲的身上。讲到传承，霹雳表示，自去年开始就训练新一代的配音员，虽然可能要无多甲吴文德相比拼，但是配音是无问题，嘛当咧豆豆成长。因也当咧规划成立基金会，希望会使集合各界的力量，做伙推广布袋戏。生命是有限，但是精神是可以永续的，需要群策群力。单凭一家公司或几个人是不行的，广招了这个有志之人呢，然后共同成立这个基金会，为我们台湾的布袋戏文化的推广来努力。总统蔡英文文化部长李永德也伫初5到展览现场参观致意。霹雳表示，除了展览，伫展期内也有所翻新，城市传说2出布袋戏电影伫各地重新放映，互各界对书八音财主黄文德。记者郭本长随新北报道。台湾师范大学美术馆最近是参台语团体台语路共学团合作，安排志工用台语导览的方式来小解艺术展览。伫13个时，也有另外一场。你看到灯光，因感觉是这个。导览老师透过大幅图，互囡仔观察甲感受。伊讲过去囡仔较罕得去美术馆，大人惊因唱鸭听雷，但其实用艺术来思考，嘛通发现囡仔人嘛有因的体会。要安怎？和囡仔互动，会互因感觉讲哦，美术馆是囡仔人就会当来的所在。我会互因一寡问题，互因一寡思考的方向，因会当练习表达因家己的想法。因为拄好是师大8档校庆，展览展出119个历届校友的8挂件特色作品。导览老师讲，这届师范大学美术馆特别甲台语路共学团来合作，透过用台语导览的方式小解美术作品，就是要互台语囡仔嘛通有适合活动的所在。你有看到四角形哦？看起来有像路无？嘛有像呢。有其他演到的。这边较特别就是讲，因为可能有一寡艺术是较专业的，这部分因为我嘛袂晓，所以我嘛是要来遮学安尼，对咧听，对咧学安尼。台语路共学团表示，因一直咧找通互台语家庭做伙来参与的活动。即个来到美术馆，官方嘛表示，13有另外一场台语导览，未来嘛希望透过这种方式，互台语更较落实伫生活当中。记者陈林玉凯台北采访报道。人权团体伫昨昏开记者会表示，健保资料库即马是无需要当事人同意，就会当提供予第三方使用，而且已经超过20档啊。因是批评这是侵害人民隐私权，呼吁讲即马应该爱先予当事人知影讲敢有同意，而且嘛爱有退出权。真保署即马是回应讲，个人资料的使用，因拢有照法定的规定。目前伊嘛敢若提供予学术研究尔，无予其他的单位。台湾的健保世界学路，疫情期间健保卡插一个，就通徛名、领翠暗、快筛 AI 医疗也愈来愈发达。不过，人权团体表示，台湾强制健保资料提供予学术做研究已经超过20年，甚至串联国人看病资讯、加财税等等实名制资料，批评违反宪法知情同意的原则，也主张爱有随时退出研究的管理。卫福部或是健保署固然一直宣称说，他们所执掌的这个组织法里面有相关的依据，但是这些组织法其实只是事务或权限分配的依据而已。做目的外使用的一些豁免的一些要件，完全都没有经过立法院做过任何实质的审议。其实最可怕的部分是在医院里面的病历跟我们所有的那个医疗检查的资料都在里面。一旦核限的话，那到底这一些资料的再利用要如何处理？以现在来说，就是踩在钢索上面。民间团体强调，并不是反对知识经济甲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是认为讲16档前大法官造成释字第603号的解说，就已经清楚认知民主甲人权共同限制人民个资隐私的法治底线，呼吁大法官宣判唔好让宪法对人民的保障倒退路。提供使用进前，阮拢是应该已经
甲个人的资料已经甲个人资料先摕掉啊。那有关退出款的部分，阮是咧还搁咧研究啦。健保署表示，个人健保资料拢伫法令规定下，只提供学术研究，也无提供健保署以外单位来调用。针对退出权，会等大法官宣判结果出来，才看安怎演技。民间团体也表示，如果宣判合宪，因打算未来10年会搁上宪法法庭来捍卫权益。记者阿敏真郑派文台北报道。伫超市也是大卖场嘛，通买菜是真利便。毋过伫大卖场的遮的菜色甲果子，总共是过期，一般拢是偏掉，实在是真无菜嘛，真拍算。高雄寿山动物园即马是甲大卖场合作，是爱物小物。大卖场即马甲遮的过期的菜色甲水果、果子，拢送互动物园，替香菇也是高山啊遮的动物加菜。早起保育员准备草料予大象阿里，伊是动物园的5只鬼，刷落来阁有高丽菜果子。这条菜头是伊头一摆食着，想袂到伊无爱食。保育员讲，最近阿里食着袂少新菜色，接受度蛮高的啦。当然，如果是这种萝卜或是节瓜类的，可能很饿，他才有可能会吃，因为他现在有其他更吸引他的食物吃啊。那大象阿里有新菜色，香菇嘛是头一摆食到菇类，看起来因真介意，一时啊就食了了啊。当手高看到高桃啊，就摕来食，煞无啥介意加白笋。动物园最近帮一寡动物加菜，因为即马有大卖场，逐个月会甲下架，毋过阁会当食的菜色果子送来食。早起由中央厨房的人员配送，真侪项拢是动物园平常无买的食物。有一些东西我们这边不会采购嘛，对，那这些比如说奇异果啊、甜菜根这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可能会让动物会有比较有新鲜感，然后也可以额外补充一些其他的营养。英国大卖场会甲下架食物送予社福团体，今年甲动物园做伙推出动物版的熟食计划。除了动物园准备一天350公斤的食物，予动物食寡无共的菜色果子，嘛袂浪费食物，希望创造双赢。记者邓嘉文、赖伟哲高雄报道。体大大车饼来看网球年度4大满贯赛，温布顿的网球锦标赛，西班牙纳达尔面对美国的选手弗里兹，两个人是拍4点半钟，纳达尔才总算拍赢，拍入前4强。和对手有机会摕到破发点，卫冕顶头的西班牙网球选手 Rafael Nadal 想要上网压票，不过身高有169公分的美国选手 Taylor Fritz 骹手也真溜溜，得到伊的天赋拍出这个穿越球摕到分数。纳达尔被破发了3-6胜出第一盘，到第二盘这粒破球挂网了，身体还阁无啥爽快。护护员挖起问看有要紧无，伊是先退场接受治疗，好加赛尾也是继续转来比赛。前4盘拍煞，两个人盘数是2-2平手，到决胜盘也阁拍到超级抢十大战。纳达尔上尾也是靠着家己的发球机会，摕到赛末点10-4摕到胜利。比赛后，纳达尔讲，比赛中伊老爸甲大姐讲伊腹肚有伤，甘会退赛，不过伊坚持要继续拍，而且晋级温网4强，继续保护今年赛季连续摕4座大满贯赛冠军的机会。另外，伫女单的比赛，前罗马尼亚的球后西莫拉哈勒普今年温网的表现真好，搁在连续摕2盘淘汰美国的对手。哈勒普以12连胜晋级今年温网女单4强，被甲哈萨克的埃琳娜瑞巴群娜抢决赛门票。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辑。受疫情影响，这2冬真侪国家拢注心咧研究预防针。最近，法国有公司就应用 AZ 预防针病毒载体技术，研发对抗癌症的预防针。另外，辉瑞甲莫德纳用的是 mRNA 技术，最近嘛用伫对抗腰鞘癌，效果真好。差不多1年前，布莱恩因为脑后生癌接受手术治疗，虽然复原了袂歹，不过医疗团队烦恼会阁犯苦，所以决定予伊注上新的抗癌疫苗。这个由法国 Transgene 公司研发的 TG4050疫苗，运用 AZ 新冠疫苗病毒载体的技术，先甲患者的癌细胞取出来，辨识出这种瘤就有 DNA 突变的所在，再阁甲迄段 DNA 切落来，接起你一个对人体无败害的病毒的 DNA 顶悬，来做出疫苗。做这种克制化抗癌的疫苗，
有可能会当训练免疫系统，锁定癌细胞，而且甲毁掉，避免癌细胞尾啊生做瘤。If we can train the immune system to pick those cancer cells that would otherwise lead to a relapse at a time when we can't even see them, then the chances of long-term survival for our patients is much higher. 虽然目前人数要真少，不过伫英国利物浦克拉特布里奇癌症中心进行临床试验的结果，是真有发展的机会。被注过抗癌疫苗的患者，已经几啊个月拢无烦苦，也若另外无注疫苗的对照组，受两个患者癌症嘅烦苦。You've had cancer in your throat, like thrown up, and they're going to inject you again with that cancer. It just sounds, oh no, you're not. But when you talk to people who next to explain, it won't give your cancer back, it'll stop it coming. 学者指出，新冠疫情加速疫苗科技的发展，除了运用 AZ 疫苗的技术，辉瑞甲莫德纳使用 mRNA 的技术，最近嘛互运用，摕来对抗药草癌，而且有真好的效果。We learned about their safety in billions of people, whereas previously it had been in thousands. That's very helpful safety data to have, and it means that there will be a lot more investment now in fields like cancer, where we desperately need better therapies. 公司新闻王雅芳编译。伫日本，女性的地位较低，男女无平等，亲像顾囝顾囡仔，一般拢是查某人的代志。就算有法律保障，嘛无一定有路用。有一个伫日本食头路加拿大的查甫人，2015年时，因为伊的后生提早出世，伊全向公司要申请育婴假，想要转去顾囝。结果全互公司刁难，尾也佫互公司死头路。伊不服，全去告公司。毋过最近，东京的高等法院甲即个案件驳回。男性员工想要休育婴假，伫日本真是真困难。东京高等法院最近驳回一名加拿大籍民众格伦伍德控告公司对其育婴假诉扰的案件，理由是公司行为不可避免。There's a long-standing corporate culture, William, in Japan, which basically says that anyone takes holidays for any reason is viewed as treason. Yeah, unfortunately, the courts are very tied to corporate Japan. 伍德进行伫30 UFJ 摩根士坦利做管理职。2015年因为后生早产，伊申请育婴假，煞互公司真侪摆刁难冷冻，佮安尼得到忧郁症，爱请半年病假，最后伊被逼休无薪假，而且互人死头路。以后伊提告，毋过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所扰证据不足，上诉到高院阁被驳回。毋过伊无拍算放弃，上诉到最高法院，伊努力推动企业优先管理，希望更较侪日本人认同伊的理念，不过将放假当作是见笑代。The paternity and maternity leave law in Japan has been around now for 20 years. They've got an extraordinary problem, demographic situation where people are not having children. The birth rate is at all-time historic lows in Japan, which is really hard to believe. And yet when you take a look at this case and see that people are actively being fired for trying to have a family, it's easy to understand why that's the situation. 根据日本法律，若无托婴，父母双方拢会休一年育婴假，而且用延长6个月。不过申请男性并无多。进前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只有无够13%男性会申请育婴假，女性有超过80%。为鼓励男性休育婴假，日本政府去年调整做应分阶段休困，佮温存休困的员工将工作早断去，减轻公司的负担。不过新规则只适用超过1000人的大公司，中小型企业员工未休育婴假，一起看头家面色。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伫墨西哥有一间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庇护中心，原本应该是咧做爱心的，毋过即马煞互发现讲内底动物有诶受伤，有诶生病巴，懒佫无神，引起批评。讲这讲好听，表面上是庇护，毋过实际上是咧甲动物苦毒。倒伫草埔的西山鼻巴，这只白鳃嘛散甲剩一支骨，连坐落来都真正难。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这位野生动物收容中心，互人检举虐待动物。动物学专家介入调查，发现案情无单纯。Donde se ven los animales completamente maltratados y nosotros buscamos un acercamiento por una de las partes de atrás también donde se alcanzan a ver los animales que están en muy mal estado, están en los viles huesos, animales con sarna, mutilados algunos sin cola, con gusanos, están muy mal estado los animales.
毋但动物普遍营养不良，拢无活力。动物学家佫发现，这位收容所属有非法经营，收容的200多只动物，包括狮、虎、豹、猴，拢有受虐待情形。这个消息传出，引起有关单位重视。礼拜2决定大封条，下令关起。当时有不少民众站出来为保护动物赞声，不过业者讲，一切拢是因为疫情、财政困难，伊毋是故意虐待动物。Que vive gracias y por la gente, ¿no? Para mantener a los animales. Tan es así que esto no era un zoológico, eso hay que aclararlo. La gente no venía aquí porque, les insisto, muchos vienen de decomisos o de procesos complicados y eran animales que ya llegaban lastimados o que llegan con algún tipo de perjuicio. 墨西哥当局出来会对规个案件展开调查，并评估动物的健康需求，为因找新厝，有可能重新找伫墨西哥市其他动物园。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美食敢真正好食，有人会参考米其林指南。米其林指南即马伫杜拜嘛有啊，而且头1份的名单已经对外公布。红评选的69间餐厅内底，有11间摕到米其林星级的荣誉，另外还有14间餐厅是红列做必比登推荐。这摆的指南有包括21款的美食，这嘛证明度假胜地杜拜嘛是美食天堂。中东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商业中心杜拜进行公布，2022年的杜拜米其林指南核选名单，一开头就公布2间2星米其林餐厅，一间是伫宝格丽度假村的伊利斯多安南尼科罗米多意大利美食餐厅，另外一间是法国美食餐厅Standby扬纳克阿内罗。You know, our inspectors have been in the field for years to prepare for this selection. And today we have really a bright selection to share, to reveal and to celebrate with 9 restaurants with a 1-star and 2 restaurants at a 2-star level. 这摆公布名单是伫杜拜歌剧院举办，米其林评审用几个月时间参观各种餐馆，为世界有名总铺师经营优雅豪华餐厅，到当地人经营简单的小酒馆，拢伫审查范围内。评选69间餐厅，除了2间2星级餐厅以外，也有9间1星级餐厅，也是中东地区餐厅第一摆摕到米其林星级评选。It's such a proud moment that Michelin has come to the city of Dubai to really recognize this and recognize the chef and showcase them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虽然有11间星级餐厅，煞无任何人提供中东美食餐厅直选星级，不过伫必比登推介当中，是列入14间餐厅，其中到中东美食。所谓必比登推介是米其林评审颁予餐饮业者的事情，表示餐厅提供好食的菜，同款会收录伫米其林指南当中。各用红色线条标符必比登推介英文的大纸做识别。米其林指南国际总监普勒内克表示，杜拜国际人口为全球200个国家地区，虽各地背景甲文化无同，或者沙漠都市正做者美食之都。都市每年会迎接超过1600万游客，米其林指南对进一步推动旅游业是真有帮助。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小热，过头同款爱细日西北风、雷公雨，而且嘛有可能短时间的强降雨。咱做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将请平安顺心，咱再会。